我给黄渤老师展示一下我下一个制作，一个小的开瓶器。我见过这个很厉害，这个比较 happy， 拍它一下，它的就拍这个就行了哈。对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怎么样？我的天，是不是有点惊喜？我的天哪！啊，这是个武器啊！哇，多拿一点，咱们开多一点试一下。哎，黄渤老师再开一次吧，准备好。没有，这主要是我们是要有型有价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哎，上哪儿去了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继续啊，刚才那条是抹掉的啊。啊，是。是不是感觉非常厉害，感觉是爽了吗？方便喝酒吗，黄渤老师？等等，喝酒是 OK 的，但是我这比较挑剔啊，我一般喝酒得稍微吃点什么东西啊？吃点什么？就是你们家都不给点什么小菜？我刚才看冰箱里边有哎，冰箱里面有吗？有，我刚才看到了。你幻觉没有？河里边好像有毛豆啊，还有什么？好吧。稍等一下。黄渤老师脑子特别灵，本来就是说我准备了一个冰箱锁，啊，结果黄渤老师让我多开了几次，累得我够呛。好了，祝你毛豆，我看一下，里边还有煮花生，对，你想好像还有猪头肉啊，想吃，里边那什么拌黄瓜吗？好，我把它再关上，没有别的了吧？啊，没有别的吧？筷子也在里面吗？对，筷子也在里面，差一点，太吓人了。饮料咱们都拿出来吧。我先给你倒满，真的神奇啊！直接喝吧。我有首歌叫《举起了手中的酒啊，今生就做朋友》，我就干了啊！来加一下油。好，来，再来一次。走着，走。时间像流水，就像黄河水在流，多少时光就一去不再回头。